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23，以赛亞書12章4節安尼講：佇迄日，恁會講，就稱讚上主，求求伊的名，就對萬民宣揚伊的作為，就宣布伊的名應該受尊重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願稱頌求求你的名，宣揚你的作為的天父，願感謝你。主啊，你是行奇事的上帝，你捌佇萬百姓的中間顯明你的權能。主啊，你的慈愛永無窮盡，你的應允代代無廢，你的信實永遠堅立。主啊，我要講起你奇妙的作為，想念你早時的生涯，我要時時刻刻來學習你的聖名。主啊，我要佇萬民中感謝你，我要佇列邦中唱歌稱讚你，因為你的慈愛大到諸天，你的誠實到穹蒼，所以到佇迄日，我要講，我要稱讚上主，求求你的名，我要對萬民宣揚你的作為，我要宣布你的名應該受尊重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